今日来甲恁介绍这款乌芝麻嘅香油，来这当晚呢是光波，你来原价一当老卖是69.9，你这帮平台有订遐支优惠券，来优惠落去到一当这三只卖从19.9订吼，非常加便宜。我掏出来看恁看哈，你睇，刚刚呢掏出来搞吼，改比做在胖家呀，你睇啦，差不多你睇这样了，哈，我呢老倒那就拖香香哈，你睇。哇，改比真食是过胖啊！倒出来搞咯，这来搞个改比样非常胖啊！你睇差唔多这三个咯，哈，哇，这个咯来做菜啊吼，你改落点给你落去，做菜炒呢啊，啲个啊吼来落点给你落去改比做非常加胖啊！你个过好食，来这个来凉盘吼，你话实是来焖呢啊啲个咯，你做个每啲给你落去啊吼，来真食是胖啊多多啊！来这非常加好啊！来甲迄支乌芝麻改味啊吼，非常加浓啊！伊则来原汁原味甲咯，差不多甲变一传好甲啊！你睇咯，过年到人啊，人来客去吼，啊只有好食吼，做菜本呢啊，啲甲你睇咯，你甲一啲嘅你落去吼，改味就完全唔变样甲呀！来你从啲这帮啊吼，攞做活动嚼这片，咱这种去靠买来买遐支一当至少啲啊吼来。一当看啲10整套硬啊，这个一当看就会光薄呀吼，这19.9硬的，真实是过有花生。你也是从那学喜欢，买甲买一两当去放下来，哎，做遐做食做有质量，非常加好食啊！